咁啊，大家都喺度究竟係咪能夠和好呢？咁一邊就話：哎呀，我哋要為巴勒斯坦人建國而努力。我想話俾你知，其實已經有咗個巴勒斯坦國㗎啦。呢個國就係今日所講嘅約旦，因為約旦佢初初建國嗰陣時叫外約旦，佢嘅領土咧其實就係當年英國託管嘅巴勒斯坦地。咁所以咧英國就將約旦河以東嗰片嘅巴勒斯坦土地咧，俾佢獨立出嚟，成為外約旦，就係今日嘅約旦啦。咁啊，所以約旦河以西嘅土地咧，就俾個猶太人建國。所以我想各位都知道，其實已經有一個巴勒斯坦國噶啦，只不過咧係當地嘅人咧覺得唔夠，仲要瓜分以色列嘅土地，建立另一個巴勒斯坦國。但係呢個只係一個騙局。點解話騙局呢？因為其實佢哋唔係真係想建國，佢哋真正嘅目的呢就係消滅以色列。所以呢樣嘢有兩個表徵可以睇到嘅，一個就係佢哋嘅口號。佢哋口號係乜嘢啊？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就係由河到海，河就係約旦河，海就係地中海。即係我哋心目中嘅國土咧，其實係要剷除以色列。另一個嘅表徵就係嗰啲恐怖組織嘅佢哋嘅徽號上邊咧係有佢哋心目中嘅國土嘅。呢個國土嘅形狀咧就係等於以色列啦。即係話佢哋嘅心目中嘅國土唔係淨係限於呢個所謂西岸嘅地區同埋加沙，而係整個以色列土地。所以佢哋希望咧係消滅以色列，取代以色列，呢個咧先至成為破壞和平嘅一個嘅核心嘅問題。